意大利足球夕陽之歌。世界冠軍意大利國家隊，自從2006年奪冠之後，已經連續4屆未能打入世界盃淘汰階段，並且連續2屆外圍賽失足。如此明顯嘅崩壞趨勢，恐怕連死忠粉絲都未必察覺得到。全因係2021年攞到2020年歐洲國家盃冠軍，一時間被興奮嘅腎上腺素蒙住咗理智嘅雙眼。上一代總係覺得下一代較自己渣好多，通常都係錯覺。但係對於球員時代腳法瀟灑嘅文仙尼，咁就唔係錯覺啦。世界盃外圍賽附加賽，意大利主場對北馬其頓，全場一面倒圍攻，射門達32次，竟然碌碌無為，前鋒表現慘不忍睹。事實上，全部9場外圍賽，意大利射門178次，命中目標大概 50%， 預期入波為20個，但係總入球只係得13個，功力之疲弱早已浮上水面。世界盃外圍賽，文仙尼依然依靠歐洲國家盃冠軍主力，包括恩莫比利、恩切尼、基艾沙、貝拉迪同埋拉斯帕杜尼，可惜表現強差人意，所有前鋒加起嚟只係踢入8球。反之，英格蘭前鋒簡尼一個人就入咗12球，恩莫比利射門26次，先入得2球，命中率完全唔合格，但已經係最佳前鋒。試問如此功力，點稱得上係強隊呢？當然，意大利面對北馬其頓嘅時候，技術最好嘅星二代基艾沙因傷缺陣，亦都為咗出局埋下伏筆。但要留意嘅係，呢位祖雲達斯前鋒喺歐洲國家盃之後狀態平平無奇，外圍賽射門15次，只係入咗可憐嘅1球。面對保加利亞，亦都錯失單刀機會。世事如棋，車路士同埋國家隊劊子手佐真奴，若非對瑞士12碼唔入，球隊就唔使打附加賽，而係直接出線。呢條影片亦都唔會出現，難怪佢賽後話嗰個12碼會係一世嘅噩夢。如果對問題視而不見，災難來臨只係時間問題。意大利喺歐國盃嘅陣容平均年齡達 27.3 歲，有8個人係30歲或者以上，陣容老化顯而易見。相反，三獅軍團英格蘭平均年齡只有 25.1 歲，只有利物浦隊長軒達臣超過30歲。30歲矮腳虎恩切尼毫無狀態，外圍唱攻門22次，居然冇1個入波。當然有球迷認為喺危急關頭重召狀態有起色嘅巴神，總好過用上國際賽零經驗嘅30歲巴西歸化兵帕杜。我哋認同呢種講法，可惜我哋冇水晶球。講到尾，意大利嘅深層次嘅問題係源於國內聯賽水平每況愈下，國家隊可用嘅球員少之又少。西班牙球員喺西甲上陣嘅時間超過 60%， 但係意大利本土球員喺意甲嘅上陣時間只係佔 35.5%。就算英超充斥外援，英格蘭本土球員嘅上陣時間亦都有 38%。今日嘅意大利 U21 國家隊總教練需要到丙組聯賽尋找前鋒，反映人才匱乏嘅嚴重性。毫無疑問，華拉提同埋佐真奴係目前意大利陣中最有能力嘅球員，但打法上應否維持4-3-3陣式，加上雙核就值得商榷。一嚟，前鋒們嘅把握能力不佳，長期保持傳控只會進一步減少攻擊手嘅空間。二嚟，華拉提同埋佐真奴同樣具有創造性傳球能力，但中場亦都需要更多人跑動接應。事實上，華拉提喺歐國盃前2場缺陣，意大利清風送爽咁大勝3-0，之後復出嗰5場比賽，球隊有3場都未能喺90分鐘之內收拾對手，而且呢位大巴黎中場有3場都冇踢足90分鐘。呢個數據值得團隊反思。喺歐國盃，文仙尼嘅左右手維埃里係士氣管理員，深受球員愛戴。但係舊年12月宣布因癌症復發暫別國家隊，歸期未定，導致重建國家隊增添更多未知之數。歐國盃開打之前，意大利絕對唔係熱門。
奪冠係打出咗超水準，將士氣、團結同埋鬥志發揮得淋漓盡致，可以講得係時勢造英雄。但係同時令人忘記咗多年嚟嘅詬病，奏起咗夕陽之歌。出局唔可怕，最怕係掩耳盜鈴，將自己置於萬劫不復之地。不期然諗起梅艷芳嘅一首廣東歌嘅歌詞：斜陽無限，無奈只一息間燦爛，在雲下漸散，逝去的光彩不復還。